喂，咁多位網友你哋好啊！能夠成為最佳主持，最緊要背後有一位。老公記得洗埋個廁所，仲有知道啦，老婆。最緊要背後有位姐姐幫手做家務。如果姐姐同人新做嘢整親點算？佢突然唔做咪大件事。MSIG 家用保險涵蓋各種保障，包括僱員補償、醫療、服務中斷、個人意外及個人責任等等。假如姐姐大病或者要做手術，條數好襟計喎。MSIG 家用保險醫療保障全面，仲有自選附加醫療保障，門診保障高達400蚊，金額啱啱好啊！萬一姐姐有重病要送翻原居地，唔要補聘都一樣有得保。專人唔單止免費改名，如果有真空期，仲自動延長保障最多3個月，保障夠晒全面啊！如果姐姐唔老實，僱主就損失慘重啦。MSIG 家用保險一樣 cover 晒呢啲潛在風險，保障仲包括家用不誠實行為，幫僱主分擔損失。2年保費低至566蚊，除開1日都唔使1蚊。網上提交索償，最快15分鐘批核，本地鐘點都包嘅，仲即刻投保。老公，順便攞埋啲衫先好瞓啊！屋企明明有姐姐，仲要我做家務，我請到個鐘點翻嚟幫手先。家用安心，僱主放心。